爱人。各位知影，伊想的毋是讲上帝，你是安怎搁两只手？你生我的时阵是安两只手袂去甲我斗开去？伊从来是安尼想。伊讲上帝是安怎？为什么你这无我两只手，以后迄两只骹是袂行？你敢有看游泳像安尼，屁股安尼歪歪歪，安尼滚滚滚，迄骹是落来不会走，两只骹是袂行。伊从来无怨上帝讲，以后伊减两只手，互迄两只骹袂行啦。伊哪知影讲上帝，互伊会当去爱人的能力，伊感觉伊已经做完成，很满足。伊毋是不全哦，伊嘛毋是不足哦，伊是满足。伊感觉伊做满足啊。安尼各位浅浅，咱若当着的，即个囡仔当着着看哦，咱看着相片，一张相片，啥物相片？一张叫做草豆腐，敢有看着吼？一张叫做榴莲。啊，若爱食会讲安那？好，够好食。爱食啦，够好食。啊，惊的咧。鼻啊白，往紧走，但是惊的人看到，莫讲闻到，看到就走啊。啊，介意的，好看到，啊袂闻到，啊无看到，啊闻到安怎？用冲的紧来往要来食。变像上帝寄一项礼物落来，有的人足惊，有的人足爱，所以就爱用这张相片，安尼较明了。有去看到足爱，就像这个囡仔，伊感觉我无啥物款欠，上帝互我会当爱人的心。我会当去爱人有重要无？一个人爱人有重要无？各位浅浅，你思考者哦。咱好好人，好好的头壳会晓想，会晓讲的拢批评人，讲的拢歹的，拢咧伤害人。安尼咱的人生会安怎？重点来哦，所有的考验拢伫倒？咱的人生的考验伫倒？第一，咱选择啥物？第二，你就会看到啥物？你选择了什么，你就会看到了什么。你选择，你即摆选择伫倒？各位浅浅，咱即摆选择伫倒？道场道路。来伫运动，来伫道场。啊，所以你看到啥？各位浅浅，咱有看到道场，看到运动，看到遮浅浅，看到山坡，看到有顶，敢有？所以是毋是你选择啥物，你就会看到啥物？你就会去境，你的境界，你会当到的，你听到的是啥物？各位浅浅，毋免怀疑，因为这嘛就是要互你经历的，你就经历了什么？当你选择了什么，你看到，你选择啦，我就要来吃。我选择来吃，所以我看到这一切，所以我就经历这一切，我就经验啦，人讲有经验这一切。进伫小天使班遐囡仔，伊选择要去小天使班，伊就看到小天使班的囡仔，但是伊就会经历囡仔小天使班所有的课程，啊，咱嘛同款哦。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哦，好的环境是安尼哦。伫圣经内面吼，一个女儿，是一个圣者，伊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讲我若选啥物，就会看到啥物，嘛就会经验到啥物。但是呢，我的头壳内面啊，种倒的是上纲当中，到底是倒一种？我到底是爱去相信倒一种？咱逐工出门，规早仔出门来，才有看到足侪人，看到足侪景色，看到足侪代志无？有啦吼，你经过市仔，等下即个卖馒头，你看到迄个人咧摕豆米互伊，敢是？啊，你搁经过，看到遐一个阿嫂伫遐扫地，伫遐掠扫帚，有无？等下搁经过，看到一个少年的桥倒摆伫遐用安全帽。你感觉这拢无啥，但是你看到的一项一项，拢叫做是相，你看到的嘛吼，拢是一个相啊，实际你看到的相。你问上帝讲，我到底是要选择一种？逐项拢咱看到的啊，搁浅浅你看到足侪。